第7课，子孫是上帝交託嘅產業，一家一家懷孕都市內，一隻一隻上過愛嘅鏡頭。你哋是上帝交託嘅產業，重重嘅十字架在鏡頭裏一生，慢慢一步一步行走攀爬，有蔚藍天空翠綠山，太陽光涼風涼下，我想起來身上牧主人心中靈念，向下看到安江風景。